租屋嘅時候有冇檢查價錢呢？價錢超標，租客可唔可以解約呢？喺租房嘅生活中，房屋價錢超標嘅問題一直係租客面臨嘅隱形殺手。價錢超標唔單止會嚴重影響居住環境嘅舒適度，更加會對租客嘅身體健康造成嚴重嘅危害。那麼，當租客遇到房屋價錢超標嘅情況時候，該如何維護自己嘅合法權益呢？我哋睇下呢個案件係點樣維權嘅。王五與郭正簽咗一份房屋租約合同，然而咧喺日之前咧，王五就發現呢個房屋可能存在價錢超標嘅問題，王五就自己去委託專業嘅檢測機構對呢個房屋進行檢測，結果顯示房屋價錢含量嚴重超標。王五就因此決定解除呢個租約合同，並要求郭正退還已支付嘅租金及保證金。但係咧，郭正拒絕退還租金同埋保證金，並且反告王五賠償房屋嘅空置嘅損失。無奈之下咧，王五就將郭正起訴到法院，要求法院依法判決。法院認為，首先關於合同解除權嘅問題，民法典規定，租約物危及承租人嘅安全或者健康嘅，即使承租人訂立合同嘅時候，明知呢個租約物質量不合格，承租人依然可以隨時解除合同。喺呢個案件中，王五喺未入住呢個房屋嘅時候，就及時發現問題，並積極與郭正溝通，但係郭正未採取任何嘅措施。王五就自行去委託檢測機構嚟檢測。檢測報告顯示呢個房屋嘅價錢超標，呢個就符合常理，亦都足以證明呢個房屋存在危及健康嘅安全隱患。因此，王五有權依據民法典嘅規定解除租約合同。其次關於呢個租金同埋保證金退還嘅問題，王五喺簽訂租約合同後，一直積極與郭正協商溝通價錢嘅問題。並且未實際搬入呢間房屋。喺提出解除合同嘅第二日，王五就明確表示唔繼續履行呢個合同，唔存在故意拖延嘅行為。而郭正喺明知王五提出解除合同之後佢退意收回呢個房屋，導致房屋空置產生嘅租金損失，應該由佢自己嚟承擔。因此，法院就判決郭正應該退還王五已支付嘅租金同埋保證金，而郭正嘅反訴請求係缺乏事實同埋法律依據而未獲支持。通過呢個案例，我哋提醒廣大嘅租客喺簽訂租約合同之前，可以要求出租人提供近期嘅空氣質量檢測報告，或者自行委託專業嘅機構進行檢測。如果發現呢個房屋價錢超標，要積極與出租人溝通協商，必要時可以依法解除合同並要求賠償。